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海棠风台带来强烈的西南气流，在短短时间内落真大的雨，造成林德、永康甲安南区一寡所在淹水，其中林德区的状况较严重，所以行政院长林全下晡特别南下来视察林德的港尾高溪，关心一体状况，也要求市府爱全力改善。海棠风台造成台南地区一个所在淹水，特别是昨昏的西南气流，瞬间的强降雨，造成林德、永康、安南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的状况。这寡路段也由警方有起封锁线来确保民众的安全。市长伫咧风台期间，制定伫咧淹水上较严重的林德区灾害应变中心来四个视察。伫咧风台过后，今日下午，行政院长林全也特别伫咧市长赖清德的陪同之下，前来关心港尾高溪伫咧海棠风台内的期间议题的状况甲相关的问题，听出水利局的详细报告甲目前分红的拓宽工程的进度。这个就是我刚刚特别讲，我们前方的这个左岸的这个护岸它的原本的护岸都还完好，所以我们就用土石龙加土壤水泥这样的方式来加高。那只有右岸的部分我们是用我们的这个混凝土的这个挡土RC 的挡土墙的结构来做护岸。市长也向市民报告，治水的工程持续的进行，而且工程完成的河川路段拢有发挥功效。但因为目前犹原有真济河川的工程也未来完成，才会造成淹水的状况来发生。在昨天海棠台风所夹带的西南气流的大雨里面，其实最严重的，在台南来讲，造成最严重的就是港尾沟溪的上游港尾沟溪的上游。刚刚我们局长已经有跟院长报告过，就是议题过去。但是我们希望让社会了解的是说，港尾沟溪的整治有许许多多的工程，那么时间呢也横跨了将近10年以上，但是做过的工程都没有发生问题。这次发生的问题是在上游段还没有完成整治的部分，并不是外界所误解的，花了那么多钱，那为什么还会淹水？是不是经费没有发挥效果？第一个跟院长报告。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南市跟台南市辖内的各个单位、中央的单位都密切合作。不仅仅是像好比中华电信、台湾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通力合作以外，我们跟国军也通力合作。接下来8月份其实是台风最容易来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仍然是非常脆弱的。可能我们中央和地方还是要一起来努力，持续保持警觉。那么务必希望这段时间呢，我们所做的这个临时性的这个防护的措施呢，能够维持在一个好的可以运作的状态。那么当然，刚刚还有提到的，就是特别市长以及我们议员几位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再往上游去刚刚提到第6核三局要负责这一段，那刚才局长已经跟我讲了。他们是可以在这个现在已经发包了嘛？那么可以在明年的这个汛期来临前，希望本来是要9月，尽量赶在汛期来临之前能够让它完成。那么让它得到了那么等到明年2月这半完成之后呢，后面前站在7月份完成之后呢，我相信我们的明年的这个台风季呢，这边的安全是保障是应该是会比现在要好很多。这条位在林德区的港尾高溪河道预计拓宽至25公尺。破坏管道也要提升到10.5公尺，预计在107年3月底来完工，完成以后将会大大降低附近沿岸地区的淹水几率。单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在风台过后，因为落雨积水，更加容易造成白尾网。环保局持续稽查各区的高风险场所，目前已经查到128件永性氧气，全部拢开单告发。
根据环保局统计，今年客家重点的对象是市场、学校、工地、甲回收站等高风险的场所。只要发现网啊有糖，得当依照违反废弃物处理法来处罚。客家高达已经开出128条罚单，也因为连续2个风台，河台南侪侪所在积水，容易造成病媒网的滋生。于是环保局呼吁市民要开始做好除清的工作。因为最近2个台风尼莎，跟最近一个刚刚过的台风啊，连续带来豪大雨，让我们台南市区有很多地方都发生积水了哈。那最近天气又蛮炎热的，那是登革热的一个繁殖的一个旺季哈。那台南市从今年到目前呢。发生了一个外来的案例，一共有9例，我们7月份就有4例哈。那高雄市也发现了本土的一个登革热的疫情。那希望说市民朋友如果家里附近多多巡视一下，不要有积水容器的产生，尤其是下雨过后，很多比较少走动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容器。会累积雨水，那就是会产生病媒蚊的滋生哈。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能够共同来维护我们的环境避免104年噩梦又来重新发生哈。最近5号雷阵雨天气加上接连续的风台，拢是容易发生天甲热夜间因素，所以做好巡岛清刷是上界基本的。民众若发现高风险的场所积水起来是垃圾。欢迎卡环保局电情专线0800-066-666来通报，共同防止病媒网滋生。第一新闻张伟忠、郭国义采访报道。第4届世界杯小棒锦标赛，包括地主队、台湾队在内，总共有12支国家代表队参赛。第1场的开幕战由台湾出战巴西，结果台湾队以10-0赢得第1场的胜利。众所瞩目的第4届 WVSC 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开幕典礼，首先由热情满满、活力十足的 CT Girl 用舞蹈来带动全场的热度。这届总共有12个国家派出因的少棒优秀队伍，要来争取 WVSC 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冠军的光荣。副总统陈建仁也特别南下参与，在咧市长赖清德的陪同之下，做伙来支持中华队。也鼓励观众做伙来甲中华队加油打气，让国内棒球风气会当再次兴起来。这一次举办的 WBC 世界杯的少棒锦标赛是国际棒垒球总会、中华棒球协会及台南市政府共同举办，今年是第4届、第3、第4届，刚才讲过都在台南举办，代表这个台南市政府对棒球运动非常重视。更是显示赖市长所领导的市府团队非常优秀，才能够获得体育界的肯定。我们也衷心期盼全国的各县市政府都能够向台南市学习，把棒球扎根，然后进一步带动台湾整体的棒球运动发展。We really hope that other city government could learn something from Tainan City. 我知道在未来的几天里面，每一个球员将为国家的荣誉而奋斗，你们一定会竭尽所能。我在这里要祝福你们每一个球员、每一个队伍都有最好的表现。我相信你们都是最棒的。我也要祝福你们，除了赢得比赛，也能够赢得友谊跟尊敬。随后，在咧副总统一粒水开的好球开球之下，第4届 WVSC 世界杯少棒锦标赛的首场比赛，中华队对巴西队正式开始。一开始，中华队就伫第1局下1分，为比赛开出一个好彩头，也互来看球的观众欢喜大声来为中华队加油。因满满的热情，也互中华队这款年轻的新战力会出较好的表现。最后，中华队对巴西这场比赛以10-0，而且是伫第5局就提早结束，为咱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展出一个精彩的开场。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
台南市议会下晡召开第10届临时会定数委员会，除了讨论议事时程加各项提案以外，也确定这届临时会8月14号到8月21号将伫民治议事厅来召开。台南市议会第10次临时会第100个定数委员会伫8月1号下晡由议长赖美惠主持召开，主要讨论临时会的议事议程表甲各项提案。包括财经议案甲市府提案7案，会中确定第10次临时会8月14号到21号，总共8天，伫民治议事厅召开。前咱有收到台南市审计处105年度台南市地方总决算的审查报告案1案，咱台南市政府的提案7案，包括着咱的教育3案、建设1案、保安2案。以及公务1案，这是咱这次临时会市府的提案，以及审计处的提案。同时，抑阁有咱伫第2届第5次定期会未完成审议议案，咱原来会甲伊做伫咱顶次会未完成的审议议案。咱就自动交落去。伫定数委员会当中，议员蔡玉辉指出，顶一摆会期议员单调内所提出的房屋税修正案，应该要优先排伫市府提案进行审议。对此，议员董必王认为有法依法，若是无法规定，就应该依照惯例。议长赖美惠则是做出决议，表示会依照议事规则，也就是惯例审议。若是有无共款的意见，到时再进行协商。台新闻张山林根采访报道。咱先歇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想多开车门啊！想但是开车门，想但是开车门，想但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高雄市校长甲幼儿园园长报答交接典礼，上午伫永康社教馆举行。由市长赖清德为所有连任、调任以及新任的校长、园长担任见证人，同时也向今年退休的校长表达感谢，现场热烈温馨。106下年度中小学连任调任甲新卸任校长报答交接典礼，伫赖市长甲各局长等贵宾的见证正式开始。会中由市长亲自颁证聘书，同时由财政、税务2处的处长见证交接仪式。会中嘛来了侪民众到场观礼，气氛相当庄严。自理自成，恪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不枉费公仆人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谨是宣誓人。蔡正中，中华民国106年8月1日。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人，其实教育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也就是在教人成人的过人。21世纪的教育工作者的应学应该改变观念，重视以学生发展为本位的学习，帮孩子找到对的位置，看见他们每一种可能。卓越的教育领导者要维护孩子良善的心灵花园，
市长嘛为今年退休的校长表达感谢，以及赠送纪念品，感谢这退休校长多年来为教育付出，还希望校长会当在退休以后担任教育职工，持续关心担起学生的教育未来。但新闻张伟忠、郭博义参与公布的。好，我们谢谢上主村甲三观路有线电视举办脸书粉丝专业抽奖活动，甲民众互动，而且配合每一场的卡拉 OK 比赛，也推出通关密语留言甲公开分享的抽奖活动。希望借着这个机会，邀请民众到比赛现场挑战数位机上鸭操作摕奖品，也替参赛者加油打气。搭配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比赛，上主村三公路有线电视，伫每一场比赛进前，拢会伫脸书粉丝团顶面推出通关密语留言，加上公开分享的抽奖活动。除了抽出5名得奖电脑清洁组以外，上大奖阁有800块的量贩店礼券。除了各类民众拥有参加分享抽奖活动，更邀请民众到比赛现场挑战数位机上阿爸的操作，将奖品砸回去。双子星跟三广有线电视的脸书粉丝专业，从4月份开始就举办了一连串的抽奖活动。那每一次呢，都吸引了好几百位的民众来参加。那在这边也感谢所有参与的民众们。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来举办每一个月至少1次以上的摸彩。那希望我们参与的民众有机会可以抽得大奖。28月份 BB 宽屏 BBTV 特别推出200枚，每个月850块，各享有超过1000部的保卫影片，相关2个月免费体验，以及每个月200块的 VOD 看片金，而且搁限时加买，免费送12个 HD 频道，加500块的礼券，这优惠好康要送给民众。8月份升装 BB 宽屏，要让您把电影院带回家。那首先，您升装30枚以上的话呢，我们会送您每一个月200块钱的随选影片看片金。那另外还会让您在免费体验2个月的包月电影院。那还有12个高画质的频道要让您免费来收视。那如果您升装200枚以上的话呢，我们会再加送您500块钱的家乐福礼券。在8月份呢，我们的包月电影院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我们把包月电影院跟 Catch Play 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片源变得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发片的速度也会加快。那我们的影片有非常多都是跟 DVD 同步来发行，所以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好好来享用。现在办 BB 宽屏，互你伫厝内就当享受伫电影院内底的影音娱乐，随时点随时开演，想要看什么电影，拢会当家己掌握。等新闻综合报道。对于身心障碍朋友来讲，无论是生活或者是工作，拢比一般人面临较侪困难。不过，因也是希望会当靠家己的力量来赚钱。但咱市政府社会局指出，目前除了庇护工厂以外，阁有真侪委外经营的日间社区作业设施，会当来训练身心障碍者，互因有机会发挥全长。依照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统计，至106年3月底，台南市身心障碍领测人数有95543人，其中心智障碍者18142人，将近19%。有感于许多具有工作能力的身心障碍者都只能在家中度过漫长的一天，所以社会局积极成立身心障碍日间作业设施，简称小作所。提供给身心障碍朋友能发挥作业能力的场所。患有智能伴随听觉重度障碍的阿竹，从小就以助听器为伍，连家人和他沟通还是要透过手写。高3毕业后，妈妈选择让他先进入社区作业设施，但第一个面临的难关就是坐公车。幸好有教保员的耐心教导和公车站的热心协助，花1个月时间，终于学会独自搭公车。一如往常，总是一脸保持微笑的阿如，从白河到新营这段车程，他得一直注视前方路标，就怕过站。内心那份期待的感受，已经先写在纸上，告诉大家。确实，对于许多身心障碍朋友而言，在生活当中往往面临歧视、差别待遇以及就业适应等各项问题。
但他们与我们没什么不同，一样渴望投入职场发挥所长，一样享有自由行动，一样拥有梦想。我觉得很幸运，就是他可以去那个伊甸基金会的那个日间作业所，然后而且他现在又有办法自己坐公车，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其实我刚刚跟他训练的时候，我也很担心说他不知道会不会走失了，或是说找不到小孩子。可是后来当我跟他就是因为我只陪他一次，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不用陪他，他要自己坐。然后第3天的时候，我就没有再看他，他就是可以这样自己坐去到西营下车，然后又从西营坐回来白河。我真的很就是真的他的那个表现，其实也超乎我的，就是我的想象。阿图来到新营由社会局补助伊甸办理的葡萄藤小住所，今天和大家一样做的是护目镜代工，一面工作一面训练专注力。根据社工转述，其实一开始他很难适应，甚至会用拍打的方式与人沟通，常被误会是攻击。经过教保员不厌其烦运用图卡搭配手势、唇语来沟通，总算让他融入生活，建立人际关系。至于现阶段他最擅长的互动就是打招呼。从一开始呢，我们带他怎么坐公车，然后到说，妈妈一起进来做配合，然后到我们这边，我们从文化中心呢，怎么把他从走路怎么到作业所这个部分，也很感谢我们的教保员跟我们的主管极力支持，让我们就是一直去帮他做这件事情这样子。社会局自100年开始补助社福团体办理小住所，为的就是帮助像阿如这样的成年心智障碍者。当然，各家小住所各有其特色，有的擅长清洁工作，有的擅长精巧的手工艺，有的能制作美味的甜点及饼干。他们所制作的成品不输给市面上贩售的商品。来到北区，这是社会局补助的另一处新园小住所。学员配合母亲节，正卖力在路边叫卖应景的康乃馨，搭配他们最畅销的手作牛轧饼，的确吸引不少过路民众掏腰包，用最实际的行动支持，场面相当温馨。根据社工表示，每位学员都是不断花时间反复练习，才有这样的成果。就像另外一批不同障碍程度的学员，透过明确的步骤教导，正熟练进行烘焙操作。无论烘焙或是需要判断力和美感，将鲜花折页包装的后勤补给，除了展现分工合作的精神，更是要让无法进入一般职场或庇护工厂的身心障碍者，又不适合接受身障住宿机构的服务对象，也能够在社区中学习自立，发挥个人潜能。目前台南市类似的社区日间作业设施，截至2017年核定补助已有27处，据点数量居全国之冠。那我们希望一来让他们增加他们的一个技能，然后开发他们的一些手的功能，或者是脑力的一个激发。那另外就是让家庭的照顾者能够喘息。那家庭的照顾者他一样可以去工作。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也打造了全国第1家的体适能中心。那这个体适能中心是针对身心障碍者朋友打造的一个体适能中心。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的小住所或者我们一些身障朋友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民间团体，他们都可以带着他们的服务的个案、服务的这一些朋友，那能够来到这个体适能中心来增加他们的体能。对一般来说，运动就这么稀松平常。不过对身障朋友来说，恐怕就不是件这么简单的事情。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台南市身心障碍体适能中心，就是希望借着运动，让他们能够动出健康，活出自信。48岁的阿杰因为脊髓损伤缘故，体力不好，常会酸痛，工作也无法久坐。本来想到一般健身中心训练，但环境根本不适合，甚至还被拒绝。后来得知台南有专属于身障者的体适能中心以后，不只善用完善的环境和器材，还有物理治疗的运动处方，
除了明显减缓酸痛、体力变好，还成功减重，更有自信去面对生活的各项挑战。自从来到这边之后呢，就是有很专业的教练协助你怎么去运动，然后去训练你的肌群，然后把肌群练得更有力之后，现在肌肉也比较结实，身体也比较好，然后精神也都比较好。为了让不同能力与不同需要的身心障碍者受到关心，甚至发挥潜能，社会局运用所有贴心的身障服务，让他们都可以在社区里面获得友善支持与工作机会，跟一般人一样顺利走入职场，有机会圆梦，享有尊严及丰盛的生活。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有时乌阴北降顺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高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